佢係質素好，因為質素唔好咧。咁你就要揾有信譽相熟、你信任得嘅人啦，介紹啦，介紹啦，係喎，因為你哋用過，你哋就知嗬。係唔得，人哋話嘅，係嘛？係揾我。啊，咁我知道啦。咁係，所以我成日都覺得好疑問，因為聽到你哋講得多咧，因為人一路隨年漸長嘅時候咧，你始終皮膚嘅抵抗力都唔係好似少年15、20時咁。冇錯，同埋唔係個個客人佢會有咁嘅耐性，同埋有咁嘅即係明白到你咁詳細嘅解釋㗎嘛。咁有啲客人冇耐性啊，得㗎啦，你叫我用點樣用就得㗎啦。我唔會㗎，我睇醫生又好，你都知道我見到你又好咧，無論喺咪前咪後，我都問你好多問題㗎嘛。係啊，咁我梗係會。係啦，盡力係啦，你又盡力答我啦，所以我到而家為止，我頭先講嘅就係話即係防曬一定要搽啦，30度以上啦，咁眼眶嗰部分啦，咁有啲話唔好搽，有啲話要搽，咁但係你頭先講啱嘅，質素好嘅係可以嘅，係可以嘅，質素唔好就唔好啦，因為可能佢會過分油啊，或者會令到你嗰個眼部嘅皮膚咧會即係起唔到嗰個應該嗰個保護作用，係嘛？咁究竟點樣嘅防曬係好嘅質素咧？咁問到 Renee 咧私底下，係嘛？我喺個節目裏邊講唔到噶嘛，講唔到嘅，講唔到嘅。即係其實感覺係你當然我哋要留意裏邊成分啦。我之前都講過防曬啦，係咪有效咁樣擋到呢個紫外線咧？UVA、UVB 啦，係嘛？咁除此之外，嗰個 texture 啦，個 texture 會唔會令到你係真係好立啊？同埋又啱翻你自己皮膚啦。咁譬如亞洲人嘅，咁我哋都會建議佢唔需要用咁高嘅防曬度嘅，即係SPF 嗰個度數啦。咁西方人咧就會高啲啦，因為佢哋比較白啦，嗰個黑色素細胞少，咁佢保護能力嗰度亦都比較低。咁就傷害性比較大，太陽對佢哋嚟講，咁同埋你會發覺我哋皮膚比較乾啲啦，天氣亦都影響啦，咁去選擇嘅，咁就唔係話一概而論，適合啲乜嘢，咁亦都譬如你係比較油，即係皮膚比較油性多啲嘅，咁你要選擇一啲比較個度數比較低啲，因為越高個度數，佢裏邊嘅化學成分越高咧，佢嗰個抵擋呢個紫外線嘅能力咧係越高㗎。咁亦都係會容易堵塞毛孔㗎。化學成分太高又，因為成日聽你講嘅純天然就比較好啲嗬。純天然係比較好啲，但係如果不過又睇你針對邊一類。係啊，如果你防曬係會一定有啲嘅。咁我了解咁多，下個禮拜咧又睇下 Renee 咧，又有啲咩新搞作咧，又教下即係所有嘅女士們咧點樣讓自己嘅皮膚咧活得更漂亮。好啊。全部靠識聽，只會不得要領，凡事要心中決定，行捷徑心領，其路更要冷靜，沒有輸怎會勝，用努力來往上調整，以後前途反覆要鎮定，以後迷途不需找說明，以後沿途危難總要企定，學會將一雙開一雙眼睛，未見得光陰一去需要停，無容去一再望背影，人沒有一生揮不去的慘情，遲會好心好報應，沒有天生高一般的心靈，自會好心得到好報應。下班時間，
亞斯美療 Arch Beauty 特別呈現，查詢28876161。知道多啲啦，我哋可以掌握多啲。喺運用起上嚟嘅時候咧，資源亦都可以多啲嚇。咁啊，今日晚上再一次唔該晒資深採光師 Renee。咁其實過去2個星期咧，講緊嘅就係一個酵素嘅 treatment 咧，究竟喺你嘅皮膚上咧可以即係引起點樣嘅改善嘅效果啊，發揮嘅作用啊。咁但係當然今個晚上咧，我亦都會就住我同 Renee 嘅對話嘅內容咧去發問呢一個問題嘅。嗱，咁如果你下次答對嘅話咧，咁你亦都會得到我哋為你安排嘅一份少少嘅心意啦，等你經歷一下係一支錫自己嘅感受啊！嗱，今日嗰個安排俾大家嘅呢一份嘅少少嘅禮物咧，就係呢一個激光532波長祛斑療程一次啦，係激光532波長祛斑療程一次，係專針對呢個墨啊，面上有墨啊，同埋有雀斑嘅朋友㗎，名額咧係10位嘅 ，OK 嗱。咁問題就係問咧，喺我頭先同資深採光師 Renee 傾偈嘅時候咧，即係講到 facial 同光，即係光包括採光同激光咧嗰個關係啦。咁我當中問，究竟做 facial 咧係應該係喺做採光或者做激光之前做啊，抑或喺做採光或者做激光之後做咧 ？facial 應該係喺呢一個做採光或者做激光之前做嘅效果好啲啊，抑或係做完光先至做 facial 嘅效果會好啲咧？你只需要答係前，抑或後就得啦。OK， 電話號碼1834204，名額10位。新城財經台。